喂，戇鳩鳩，哎呀，因乜呢？就係因為新冠肺炎啊，話掛咗好多人。但係新冠肺炎呢，就笑死好多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官字係2把口，高官呢係4把口。嗱，我一個老友呢，佢2個仔都係做官嘅，但係最近都問我借錢喎。喂，有冇搞錯啊？你2個仔係做官㗎喎。官條攣咩？佢條係派牌打攝嘅，而家雲頂都閂咗咯。仲炒埋魷魚添啊！原來係咁。講起上嚟咧，我以前係教人哋打羽球做教練官嘅。我爸話唔好做啊！我話點解？釣嘢客假撈來啊嘛，後裝作教練官，陀衰間。有呢個非常時期咧，俾大家開心下。好啦，唱翻首歌俾你哋聽下。都話官字2把口，時常嚟搞奸臭，人民就大細揾屋企 ，VIP 通街走。都話官字2把口，成群唔戴口罩。人民話限制只一個 VIP 隆重走。都話官字2把口，完全係唔知醜。堂堂嘅部長冇管制，點解都冇追究？都話官字2把口，完全唔成氣候。又話時常要飲溫水，病毒即刻沖走。都話官字2把口，學問係唔多夠。明明大馬只得13州，佢話係15個州啊，仲有2個係乜州呢？添多蘭州、賓州。掌聲鼓勵。